Hello， 大家好啊，又係阿 Tom 啊。咁嗱，今日咧 Tom 咧喺自己屋企咧就做咗個專題啦。咁近期華南地區珠三角雨水都多，咁樣就除咗喺屋企睇下書、睇下資料，咁阿 Tom 咧仲愛上咗個愛好啊。咁我喺淘寶咧受朋友推薦咧，就推薦咗一個專賣地圖嘅商家啊。大家睇下，嗱呢啲材質咧都幾靚㗎嚇。咁我哋就買咗好多張地圖啦，咁就有全國嘅，有廣東嘅，咁亦都有亞洲嘅。咁當然啦，我哋做地產啊，或者係推薦俾我哋嘅港澳華僑街坊咧，當然係有我哋嘅大灣區啊詳細地圖，入邊咧標注邊個位有機場、有高鐵，包括人口係幾多啊等等，全部標晒㗎嚇。咁阿 Tom 咧都可以推薦翻俾大家。咁阿 Tom 睇住呢個地圖咧，就回到主題啦，就有感而發，就係關於曾經我哋好早期啦，講緊10幾年前啊，我哋國家無論中央電視台啦，定係好多嘅紅頭文件政策，都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一個1小時嘅生活圈。咁時至今日，咁究竟有冇做到咧嚇？咁大家都知道啦，阿 Tom 啦，我哋 V 家啦極力推薦新鴻基，包括我哋而家廣州嘅晉聯。點解咧？因為佢身處一個中國嘅南大門啦嘅旁邊啊，直接接駁啊，即係新鴻基接駁12條軌道交通。咁今日咧唔講4條地鐵，唔講4條輕軌，我哋先講下佢嘅高鐵啦。咁當然啦，嗱，如果呢類型嘅作品大家中意嘅話咧，咁歡迎啦評論點讚俾啲意見阿 Tom。咁阿 Tom 咧會做多啲呢類型嘅地圖分析啦，或者係政策或者係見解嘅分析嘅。咁其實咧，廣州南站作為中國南大門啦，咁其實喺最早期大家經常聽嘅一帶一路政策啊，一直以嚟都多次提及到2個字高鐵，係啊，高鐵咧就係嗱，記住啊，咁多位，高鐵就係連接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嘅核心點，而依家做得到嘅就只有廣州南站啊。點解咧？咁阿 Tom 咧就今日從大灣區從廣州南出發，可以去到另外嘅10個城市，分別要用幾多時間同埋幾多錢啊？咁呢一度咧，阿 Tom 咧都做咗截圖嘅。咁由於鏡頭嗰個視覺有限，咁我會叫攝影師咧 cap 翻一個電子圖上去㗎啦。咁首先咧，我哋先講佛山啦。廣州南直達佛山有2個站啦。咁其實每個城市都有好多嘅高鐵站，我係講一啲比較有代表性嘅高鐵站嚇。咁三水南站就係 Tom 鄉下屋企22蚊，最平嘅係19蚊，最快嘅嗰個班次係26分鐘26分鐘就可以直達到廣州南站啦。咁平時大家住喺南站附近，通過南站或者你過嚟旅遊都好啦，通過南站26分鐘嚟到三水三江匯流白蓮火車站、文塔公園包括有好多嘅美食啦。早期江美儀嗰個節目叫做今日試真啲三水臭屁醋歡迎大家嚟品嚐試下嘅。咁而另外一個站咧就係我哋嘅佛山西站。佛山西站咧咁就會更近啦。大概全程最快嗰班咧，大概10零分鐘就可以廣州南直接到佛山西。咁連結翻祖廟包括嶺南新天地黃飛鴻紀念館等等啦，都係講緊20分鐘。你通過地鐵或者係打車，自己揸車公交20分鐘內完全都可以接駁到嘅。咁呢個就係佛山啦，係。咁下一個點咧大家好熟知嘅中山中山咧從廣州南出發咧，最快嗰個班次咧係27分鐘直達40蚊40蚊直達中山咁多位啦，大家都知道中山係所有嘅港澳街坊最應該係普遍係稍為最熟悉嘅一個板塊啦咁平時去喺廣州南住或者喺呢邊出發去食石岐乳鴿啦、翠澳玩啦，過去中山玩下啦，咁40蚊26分鐘搞掂咁其實唔少住喺晉聯嘅一啲業主啦，都同阿 Tom 分享話，其實住咗喺呢邊咧，
中山、珠海任何地方都好啦，其實真係好方便啊！而且佢哋都會經常去中山嘅，點解？因為中山咧亦真係一個港人基因好強嘅地方，咁佢哋會過去揾朋友玩咁樣嘅嚇。下一個點亦都係大家比較熟悉嘅啊，叫做 A 準嘅高地珠海啊嚇。珠海最快嗰班咧57分鐘，票價就貴啲啦，70蚊啊，70蚊。57分鐘直達珠海，咁我哋咧唔少攝影師啊都係珠海嘅，咁我哋經常性約拍嘅情況下咧，我哋攝影師大家都會講到話，超中意嚟廣州南嘅，點解？唔使自己揸車，70蚊搞掂啊嚇！咁下一個點咧嗱，就係我哋嘅肇慶東站啦啊！肇慶有咩出名啊？飲食農家菜之餘咧，鼎湖七星岩啦。仲有我哋嘅鼎湖山同埋七星岩啊！呢兩個景點都要分開嘅嚇。咁包括依家嘅岩前古村啊等等，就出咗好多啲網紅打卡店啦，都係值得推薦嘅嚇。31蚊啊，31蚊，最平嗰班係27蚊啊，半個鐘33分鐘，普遍都要係39分鐘左右啦嚇，就可以直達啦嗱。目前咧講到肇慶咧都未掉鏈子啊，點解啊？阿爺真係冇呃我哋㗎，1小時生活圈就真係1小時生活圈啦。但係咧，我依家講緊嘅係廣州南啊，即係我要同大家表達翻佢嘅一個價值喺邊度嚇。我會由呢啲咁近嘅城市，遲下再做一集，佢講得遠啲嚇。下一個點，咁多位僑鄉啊，江門啊嚇，號稱叫做中國第一僑鄉啦啊，即係叫做可以咁講。一條江門啊，無論係學生啊、周邊新會啊，一條村啊，人哋話7、8成都出咗國外嘅嚇，睇下去咗邊個國家嘅啫。就35分鐘最快，普遍都要39到40分鐘啊，56蚊到45蚊嘅票價啊。咁啊，得閒去江門浸下温泉啊，咁我都幾中意嘅。咁下一個點，咁多位大家都應該熟悉嘅東莞虎門。虎門廣州南直達啊，最早嘅班次6點半啊，17分鐘。普遍哇呢個犀利啊，普遍都係24分鐘以內，大多數都係17同18分鐘，34蚊半嘅票價，34蚊半票價，17分鐘啊，真係阿 Tom 依家過去咖啡店點杯咖啡啊，由整到攞都要17分鐘啦，係嘛？所以啊，得閒去東莞食下瀨粉啊、燒河粉啊，或者去東莞嗰邊買下一啲叫做製造業啦，咩家私家電啊、五金啊等等啊，去消費都係 OK 嘅，10零分鐘搞掂啦。咁下一個點嗱，依家講咗幾多個城市啊？大家啊，咁大家幫阿 Tom 數下，因為我一路睇，我自己都唔記得啦。下一個就係廣州嘅對手深圳啊嚇，對家。咁廣州南到深圳北咧就74蚊半啊，全程咧最快嘅班次係復興號啊，半粒鐘啊，就係紅色嗰種啊，就係大家喺香港西九龍坐過嚟嗰種半粒鐘。而最慢嘅就45分鐘，74蚊半啊！咁多位啊喺廣州逛到悶，或者平時想去深圳去華強北啊，或者去深圳去玩下，去參加一啲活動啊咁樣啊，深圳74蚊半粒鐘搞掂啦。不過呢個票價都係貴啲嘅嚇，都係貴咗少少嘅啊，與大陸嘅消費咁，但係香港啊70零蚊算咩啊？係嘛，一個餐蛋飯都要啦。咁大家嗱，下一個點嗱，呢一個咧就有少少啦，即係雞蛋裏挑骨頭，就未實現到1小時內嘅生活圈，但係佢1小時多少少嘅生活圈係做到嘅。惠州，廣州南到惠東南咧，最快嘅班次係1個鐘11分鐘啊，爭少少啊嚇！我哋國家要再努力啲啊，咁啊爭取惠州都可以控制喺1個鐘內啦嚇。113蚊嘅票價嗱，呢一度咧要幫惠州講兩句説話嘅，你知唔知啊？咁多位時至今日，阿 Tom 咧都經常喺廣佛，我每個都唔好講每個月啦，我每年啦
都會有幾次會去惠州玩嘅，因為阿 Tom 咧超中意海嘅，即係我好中意去海邊，好中意食海鮮。咁而惠州嘅距離啦，各方面係又係剛剛好啦。咁對於我喺佛山出發，咁如果我哋揸車點樣都要2個半鐘，係點樣都要2個半鐘，即係去到有海嘅地方，十里人灘啊、信寮灣啊、雙月灣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實廣州啦1個鐘11分鐘即係如果你唔選擇坐高鐵，你今日你就揸車，咁其實就係呢個時間㗎啦，就係要2個半鐘起步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坐高鐵咧，1個零鐘再接駁到去你想去嘅酒店，打車又好啦，或者叫做係自己去搭巴士啊等等都好啦。咁 total 我都會覺得比自己揸車快啦，同埋唔使咁辛苦啊，係啊，113蚊啫嘛，所以其實呢個都非常 good 啊，非常 good。咁就係1個鐘多少少。咁仲漏咗邊啲城市咁多位就一個香港啦，香港大家都好熟悉，47分鐘，遲啲嘅班次係56分鐘都可以從西九龍215蚊直達到廣州南，係啊，阿 Tom 約嘅客戶睇樓啦，或者辦手續啦，咁經常都要喺西九龍喺廣州南等待西九龍嘅客戶咁樣嘅。咁而第2 part， 大家留一樣好，澳門係嘛？咁澳門咧咁多位，剛剛咧大家都知道珠海係57分鐘，咁其實到咗珠海站咧，你步行都可以到拱北關口㗎啦。咁其實都係1個鐘，咁計埋過關嘅時間，你加多20分鐘到半個鐘啦，1個半鐘亦都可以到澳門啦。咁所以咧，剛剛講起咧就係除咗惠州係唔可以直達。唔係1個鐘內唔可以直達，同埋澳門要計埋過關時間之外，其他全部都可以1個鐘可以達到。咁嗱，講到呢一度咧就好感慨啦。點解阿 Tom 咁長篇大論去講呢一個時間啊？即係叫做係去大灣區各種城市嘅時間呢張大灣區地圖，我細個咧有一張紙質差啲嘅，攞住個地球儀都有睇。嗰陣都覺得每個城市，譬如話惠州啊嗰啲真係好遠咁但係依家咧冇諗到不知不覺，其實唔係冇諗到，就已經習慣咗呢一種交通方式，通過高鐵軌道交通銜接咗大灣區，即係1小時內生活圈。咁所以其實包括剛剛所講嘅惠州啊、澳門呢啲地方咧，除咗加建高鐵站之外咧，包括未來嘅高鐵嘅一啲機動性啊，包括佢嘅復興號定係和諧號都會升嗰個速度啊，包括以後會有懸浮列車啊等等呢啲，佢嘅速度會不斷咁更新啦。以前係250 km 到350、450，甚至乎以後500幾之後係一個咩概念所以咁多位高鐵真係未來嚟嘅，係啊，即係如果你喺國內你投資，或者係買樓便捷性又好啦，或者考慮抗跌升值都好啦。咁其實一個好有承托力嘅高鐵站係一個基地，我覺得認為係一個好唔錯嘅一個投資選擇基地。而廣州南站可以支撐到呢個人次伴隨住嘅，就係我哋成個國家、我哋成個大灣區嘅一個非常之精密、龐大、完善嘅系統啊！咁多位，剛剛阿 Tom 錄咗10零分鐘其實喺廣州南發出去深圳嘅班次已經發咗2班㗎啦每4分鐘咧就會，即係喺廣州南每4分鐘就會有一個發去深圳嘅班次，5分鐘就會有一個發去珠海嘅班次。而高峰期嘅時候咧，廣州南每50幾秒就會發出一個班次去到全國各個地方。所以咧咁多位講到呢一度就唔賣廣告住就進入下一 part， 跟住就結尾啦。咁剛剛阿 Tom 伴隨住講廣州南，咁你要買高鐵或者買以後乘坐其他交通方式，咁究竟有啲乜嘢係好推薦俾大家嘅咧？咁剛剛一開頭同大家去截嘅一啲叫做高鐵圖啦，其實全部都喺攜程呢個 APP。大家可以睇下，咁咧嗱，咁多位就係呢隻海豚啦。
咁咧攜程就同 Trip.com 咧就係同一個公司嘅，咁佢亦都係屬於阿里巴巴嘅嚇。咁大家喺國內咧就盡量用國內嘅 app 咯，因為佢個連通性會好好多㗎啦。咁多位酒店啦、攻略啦、機票啦、火車票啦、旅遊訂製啦阿 Tom 全線咧都係用呢個軟件搞掂㗎，包括咧你訂高鐵票或者機票，你喺官方軟件訂唔到，喺攜程都會訂到嘅，係啊。所以呢樣嘢咧就推薦俾大家啦。咁樣咧，今集嘅內容就到呢一度啦。下一集咧同大家做喺廣州南站可以乘坐高鐵2個半鐘內啦，2個半鐘內可以去到邊啲城市？係啊，大概要幾多錢啊？咁樣阿 Tom 真係都係一個高鐵愛好者嚟嘅，咁我可以俾到一啲好好嘅意見大家。咁今集嘅拍攝就到呢度啦。咁感謝咁多位啊，記得點讚評論，拜拜。